就像就像是在《入菩萨行论》里面有提到说“暇满人生极难得”这样的一个偈文。那么，按照现在科学来讲的话，我们之所以能够生活，生命之所以能够维持，所以光是想说，人生是很难得，同时能够那么，就像之前有提到过的，我们人类呢，跟其他生命比较起来，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点，也就是能够知道分辨这个善恶是非的这样的智慧。那么，或许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知道取舍，也就是道德方面啊，这是人类能够具有分辨这样的一种智慧。我们人类呢，不只是能够知道一些短暂的眼前的一些利益，而且呢，能够更知道长远的这些那具备这样的一种智慧呢，但是我们现在却总是没有好好的用这样我们的一种智慧，而总是呢将我们的心是局限在一些短暂的利益上面，所以也并没有真正去想还有更多的生命跟其他生命的一些利益，所以我们具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一种潜能哦，一种智慧，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将它好好的来利用。不仅是浪费了，而且呢，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呢，甚至由于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或者你说为了各个人团体的利益或者个人的利益哦，所以会有许多的这种轻视其他的这些人，而造成地球上很大的毁坏。所以，就像昨天谈到的，有许多的生命哦，就是因为了满足我们人类的口腹之欲，而遭到这个杀害。
因为是电轻不点的，当这样子，那这特定的出发。所以许多这些看到各种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这种错误的行为而造成的。虽然从一方面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好了，科技也进步了，那么其实人与人之间，呃，要联系也是很容易的。但是呢，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世界呢却是越来越糟。所以这个真的就像佛经所说的五浊恶世吧。我们人的一种善的本质呢，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的一个时刻了。尤其就像佛经说，我们具备这种暇满人生，所以我们现在的机会就是能够消除各种的恶缘，具备善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已经具备了许多的善缘。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时刻里面，我们更要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害处的，是什么有利益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具有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应该把我们这样的潜能呢，能够开发出来。那么，如果把握到这样的机会，才可以说人生是有意义的。那平时呢，我常常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哦。我们常说我们一生一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人生哦，并不像是很多人会觉得哦，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空间里，并不是的，而是像是一个网状一般的，跟所有其他的生命、所有的一切呢，是息息相关的。这里他们处住对不对？所以，如果总是想着自己的一些利益，那实在是一种浪费。那么，如果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然后要说要有一个好的人生，或者说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试着要打开自己的心，然后要多去关怀其他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昨天讲了许多有关极乐愿文，有的人就觉得好像蛮无聊的哈，讲了太多了。那我也问了一些人说，昨天讲这些内容有没有用呢？那有的人说是有用，但首先呢，我自己呢也并不是很懂，所以呢，今天呢就极乐语文的部分就讲到这里，然后今天就会讲完哦。那明天会讲不动佛的愿文。那么今天要讲的一个要讲的就是这里包括了要投身净土呢，我自己要具备什么样的因缘，然后还有别人要是投身的话，具备什么样的因缘等等，就是要如何去积聚这些因缘，自己要如何这样来做，还有如果其他众生想要投身净土的话，那需要具备怎么样的因缘？首先呢是自己如何投身净土的一些因缘要如何积聚呢？那我在这里不细说，而是简短的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众生有分为共与不共哦。那么以共的众生投身而要具备的因缘来讲，在阿弥陀佛佛经里面呢有提到这样一段偈文。我们看到在佛经里面记载，阿弥陀佛从他最开始发起菩提心，他就说，只要听到我的名号、闻我名号者，都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只要是有这样子念诵佛号者，他们除了这种很深重的罪业，譬如说谤法罪等等的话，那么一般众生只要听闻到我的名号，同时呢也专注在于一心我要往生极乐，带着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心的话，那么都是能够投身极乐净土的。所以如果众生有这样子具备这样的因缘，但没有投身的话，那么我就不成佛。所以这是阿弥陀佛过去发的愿。所以首先我们要具备的一个就是我要投身极乐净土的这样一念心。再来还有一个要具备的因，就是我们的心呢是要随时的观想这个净土的，还有要积聚资粮。再来还有一个是要回向，就是将一切的善行都要回向，我要往生极乐净土。所以有这样四个因。所以再有另外一段佛经里面呢，也有提到这样的一段介绍。
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无论是听闻到长寿佛或者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就是说从1天或者到7天的时间，那么都能够意念阿弥陀佛，并且呢发愿说我要投身净土。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能够投身净土的这个因哦。还有呢，像是同样在佛经里面也有谈到，刚刚谈到的这个投身净土的四种因哦。那么这段经文，它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叫无死古生的一个经典当中呢，也有提到投身净土的因呢，就跟阿弥陀经里面讲到的四因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同时这里又谈到阿弥陀经里面又有提到，那么法王在这里又引了这个无死古生这部经典。所以投身净土的因哦，有分为一般的因，还有一种是圆满的因哦。那么所谓圆满的因呢，可以说这是它的已经具备力量了，就是它已经达到一个标准、一个数字的因了。那么如果仅仅是投身净土的因的话，那是指，譬如说我们带着一种欢喜心，然后念诵阿弥陀佛号。还有呢，就是你想要投身净土，还有积聚资粮，还有再来是回向哦，有这4个。那么投身净土，那么这里说投身净土之后呢，就是这里有许多的经证哦。那最主要说投身净土之后呢，有很多的功德，也就是它具备了菩萨的功德，很多的这些功德。
所以呢，投身净土积聚的方式有两个，一种呢是一般的，还有一种是特别的因。一般的就是说，心中带着欢喜，念着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持诵阿弥陀佛的咒语。还有一种呢，就像之前谈到的，想要投身净土。第二个是，还有再来是积聚资粮，然后还有一个是要回向投身净土。所以专心已有想要投身净土，那么具备这样几种因呢？所以其实要往生净土呢，具备这样的因也就够了。那么特殊的因是什么呢？圆满的因哦，或者是特殊的因是什么呢？也就是对于极乐净土的这一些菩萨的功德的类似那样的功德的同顺和顺那样功德的因呢，我们要去积聚。所以我们会问说，哦，极乐净土的菩萨有什么功德呢？所以我们就要积聚能够成就那样功德的因。比如说，他们是在极乐净土的菩萨们是没有嗔恨的，而且是精进的，而且对于法的渴求呢是不间断的。他们的这种想要就是不断的听闻佛法等等。所以也就是我们对于极乐净土的这些菩萨们，他们的功德，我们就去积聚，能够成就那些功德的这些因，这个呢是特殊的因哦，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积聚的。那么接着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生才能积聚这样的因呢？就像昨天有谈到过的，我们说一般来说天人啊、龙啊各种的，所以任何所依，总之呢，只要是他能够心升起向善的心，那么也都可以具备这样的因跟缘的。接着，法王在这里又举了一个无死古生这部阿弥陀经里面呢，又提到说，呃，需要具备信心。你看，但像畜生是动物是不知道升起信心哦，但是只要能够升起信心的一个众生的人呢，都是能够具备这个投身净土的因的。所以这是所依人生要具备的特点是什么？而这里谈到各种的因呢，它也不是一次而已。它并不是说我做一次就够了，而是说要不断的去思维，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像一个经典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像刚刚各种的因哦，那并不是只做一次，譬如说，观赏这个净土，也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要做10次等等。那么或者说从1日到7日等等。
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就是不是一次，也并不是一天，而是能够10次或者是7天等等这样来专一念诵聚集这样的因的话呢，是都可以投生的。还有在经典里面提到说，我们在一个清净的地方穿这个洁净的衣服，然后专一的向阿弥陀佛来做供养的话呢，那么呢，在死亡的时候，那么积聚这样的资粮呢，因缘。阿弥陀佛呢，在最开始发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那么就发愿所有众生读诵他的名号，就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在这一段呢，是说我们投身净土的话呢，是不仅是靠自己的这种力量，而且要靠的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呢，才是有可能的。同时呢，在这里说，我们要具备一种很强烈的信心啊，也就是对于佛经《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要升起真正的一种信心。那要具备很强烈这种信心，才有可能投生。
那么具备这样的一种信心呢，才有可能投身到净土的。那么当然，刚刚所说的这一些因跟缘具备的话呢，就是一般的善行呢还是不够的，而是要有一种很强烈的说我要投身净土的这样的心。所以在这里又引了一段经文呢，是说要不散乱，这是很重要的。不然呢，就仅仅是我们说就随便念几声佛号，随便念几句这个阿弥陀佛的心咒呢，这也是不够的。所以这里说要专心一致的来念佛，就是一心不乱的来念佛，那么呢，这才有可能投身净土。所以就像《入菩萨行论》里面也有提到一段话，它的内容是说，一个散乱的人，他无论他是没有办法积聚善行的。所以呢，大致这是讲到说，如何就是我自己要如何积聚一些投身净土的因的方法。那么再来呢是谈到有关其他众生呢，要如何积聚资粮的，就是积聚投身净土的因的方法。所以首先不应该是为了自己得到别人的恭敬，或为了要得到别人的恭敬，或者为了要得到这些别人的供养而修行这样是不行的，而是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所以发自内心的这样子发一个真诚的愿的话呢，那么这就是成就了投身净土的因。所以在许多的佛经里面呢，譬如说帮助别人听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甚至连一个小虫子也让他们听到这样的佛号，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咒语，或者带领他们念诵。同时呢，也要帮助别人尽量的去持守戒律。同时呢，透过自己呢，这个念诵阿弥陀佛经，或者是念诵阿弥陀佛心咒，或者是名号呢，然后吹气在一些，比如说一些干净的沙子上，然后呢，用这些等于说加持过的沙子呢，去洒在这些
临终者的身上是都有帮助，或者是呢制作这种将这个阿弥陀佛的咒语啊经文制作成这个像是我们说风马旗一样印在上面，然后透过这个风吹，让所有众生呢结下这种法缘。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可以帮助他人继续投身净土的因的方法。那刚刚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许多方法，也就是帮助其他的众生投身净土，让他们具备投身净土的因。那么，举例来说，譬如说一个动物，譬如说猪啊、鸡啊、牛啊等等，他们没有办法念佛号，但是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耳边呢念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可以让他们具足投身净土的因。我们过去也有看到许多的故事哦，有这样子记载。比如说这个阿育王的故事，他在上半生呢，他杀了非常多的人，呃，甚至呢，他还将我们菩提迦耶的这个菩提心、菩提树呢，将它砍了，而且将菩提树的根部呢，呃倒入这个将它烧了。但是之后呢，他甚至后悔的心，心向佛法，他就成为了这个无忧王，也就是阿育王。所以他就之后呢，他就他就将这个菩提树的根部呢，他又不断的呃倒入这个牛奶哦。像之前呢，是他用这个呃熔岩哦或者热水将那个根部弄坏了嘛。那后来他又用牛奶，然后不断的浇这个菩提树的树根，那它又长起来了。有这样的故事的记载。曾经还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国王，他在生病的时候呢，周围呢有人帮他扇扇子，结果那个扇子掉在他的身上，他就很生气，结果呢他一气之下就死了，那就投身到一个水中的蛇。
但这个水蛇呢，它一个僧人这样子投身到这个水蛇，那这时候他曾经的前世的那个的出家众呢，就知道说，他是他的一个转世。那么，一个阿罗汉曾经这样子，所以呢，他的以前的朋友就把他曾经穿过的这个法衣呢绑在树上，让这个在水里蛇看到之后，那后来呢，他就看到说，那个是他的佛号，他知道那是他的法衣，所以呢，这就是后来他的朋友就把这个钻进那个他的法衣的这个蛇呢，就把它放到家里，放到寺院里面去，就让他听这个佛号。那很多时几天之后呢，这只蛇呢就死了，之后呢就投身到这个天界去。所以过去有许多这样的故事。那么最近来讲，像几个月之前呢，我也看到一个情况，听到一个情况，但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但似乎看起来像是真的。有一个人呢，他突然想吃那个田鸡哦，到了市场里面就买了几只这个田鸡。我也看到当时的照片，所以他们市场要杀这个田鸡的是很容易嘛，就把它的都有杀的方法，然后把它的皮剥掉的一些方法，然后呢，剥完皮之后，他就把买的那田鸡放到袋子里带回家，然后呢就放在他桌上，带回家放在桌上。那其中大概有3只吧，其中一只已经死了，但似乎还有一只呢，还有稍微的一些气息在。虽然皮都被剥了，但还没有完全死。突然，这只青蛙睁大眼睛看着这个那个买的人，他突然吓一跳。那这时候他就突然就念了这个阿弥陀佛佛号，他是因为突然害怕了，赶快好像求救一般的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结果呢，慢慢的呢，其他那只本来死掉的田鸡呢，也好像醒来一样，在听着那个佛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好像刚最后一段是说，最后那只念念念呢，结果那只青蛙它似乎也发出这样的声音，也念出这样的佛号。总之是有这样一段故事。所以回到刚刚的主题说，投身到净土呢，我们需要具备怎么样的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包括帮助你自己跟帮助他人哦，积聚这样的因。那大致呢做了一个分享，那也不用说太多，有时候说太多大家也觉得很无聊。其实呢，许多人呢都对于投身阿弥陀佛有很强的一种信心。那么无论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呢，从过去以来呢，都有特别修持这个阿弥陀佛，也就是净土宗的法门。那或者说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法门的。所以也有很多很多这些成就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一些大师们。所以对于这些大师们的各种的著作呢，我们都应该多去读诵。
仅仅就是一念这种相信还是不够的哦，那也应该多去读诵、学习，去了解哦，原来投身净土有那么多的因，那么多的方法。当然，也有听说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会说，唯一的方法只有净土宗啊，其他的都不太好，都不是就近的法门。有这样的说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有些人呢想要投身净土，但是有些人呢也并不想要投身极乐净土，因为每个人呢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并不是说你自己想要怎么样就觉得要所有众生都要跟你一样啊，连佛陀都不会那么说。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去说呢？所以其实我们说要圆满投身净土的因，其实这个因呢，它包含就很多，就是你要多去闻思有关佛法的义理。当然，如果你就只是念这个佛号，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说投身净土的因有一般的跟圆满的。如果你要具备圆满的因的话，你就应该对整体佛教多去做闻思修，这是很重要的。但现代人呢，没办法，都比较喜欢简单嘛、快速嘛，所以呢，我就念佛号就好了，其他都不用做太多。但这样的因呢，并不是最圆满或者最亲近的因。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动机跟心态有关吧。如果我们只是求个简单、求个方便、求个便宜哦，就这样的心，有一种轻视的感觉，对法有轻视的心态的话呢，那想要成就大的善行或者善果，那其实是很难的。那所以我们对法呢，真的是要重视，不可以轻视的。很多时候修持佛法，你都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去做。尤其我们说想要修持净土宗，想要行持这个法门，想要投身净土的人呢，更要具备正知正见哦。其实从我们说佛法呢，从圣义谛就近上来讲，其实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帮助你投身净土的，而只是在于它的重点在于你是不是想要投身哦，就在于你的心的方向是什么。不然呢，有的人就会有这种妄念分别，我觉得说这个才是净土宗的法，那个不是净土宗的法，这个才会帮助你投身净土，那个不会帮助你投身净土。有这样的分别是不正确的。任何法呢都是能够帮助你投身净土，只要你的心态是正确的。那今天要做的一个禅修3分钟，要观修的呢是一个菩提心，也是不要太长时间5分钟，要不然5分钟可能会变成是睡觉，而不是禅修。但很奇怪，有时候告诉你睡觉，你又睡不着，所以最后我干脆还是以后我叫大家禅修，我最好说大家睡觉吧，那反而大家都不睡了。那么各位在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啊，首先你第一个重点是要升起悲心。悲心呢，它像是一个两面的镜子哦，它一面是出离，一面是悲心。它其实也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所以呢，这个向内就是悲，出离向外是悲心。所以我们说，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要升起悲心，这是第一步。那升起悲心的方法，在第八世大宝法王弥勒多节有一段文字，内容还蛮长的，但在这里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像我最开始提到的，我们现在呢得到了一个难得的人生，很珍贵的人生，暇满的人生，一个非常清净无垢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恩德让我们得到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亲，就是这个人生是由母亲所给予我们的。所以先不谈其他的，只是想一想自己的母亲那她的恩德就真的是非常的大的。所以等于说是父母亲给予我们这样的身体，而且他们克服许多的困难，养育我们，也为了养育我们，他们造了许多的善业，也可能造了很多的恶业。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善恶业呢？那么都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可以说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孩子而造作了许多善不善的各种的业。也由于这样的业，会让他们投身到三恶道。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想，会让他们投身到恶道，也跟我们是有些关系的。所以呢，父母亲为了我们而吃了很多的苦，也造了许多的恶业，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责任在的。所以无论从任何方面去想，我们都随时需要去感恩，感恩真的非常的重要。就好像你可以回想一下，最早诞生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你不认识任何人，然后就是单独你一个人到了这个人世间。那么再慢慢长大一点，可以说有许多帮助我们的人，有照顾我们的人。那么就说父母呢，他是唯一这样子照顾我们的人。
所以有时候想想自己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话，就好像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就好像有时候你在路上碰到这样一个孤苦无依的可能的孤儿哦，然后呢，我们给他衣服，给他食物，然后甚至还养育他，然后呢，然后日月一年一年的这样照顾他哦，这是不容易的。那所以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父母亲有这样的恩德，感念他们的恩德。同样呢，所有一切的众生生命呢，对我们也是有恩德的。所以，跟我们共同生存在地球上的一切的生命，对我们的恩德都是有恩德的。那当我们说到四位父母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种父母的，譬如说，呃，诞生就是给予我们赐予我们生命的父母，还有养育我们的父母。那么，比如说最主要是给予我们生命、养育我们的父母，我们要感念他们的恩德。同样呢，还有许多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呃，照顾我们、帮助我们的这些人。举个例子，就像是我们吃一口饭，当然现在你说吃饭好像很容易哦，都会是能够都包装好，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买到这样一盒饭等等。那但是呢，在一盒饭的背后，有许多的人，他们为了这个食物，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心力。但是在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这一切，我们就是觉得哦很好吃，很香，就吃下去了。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有那么多呃你不认识的陌生人呢，在帮助我们，所以他们也像是父母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子一层一层去思维，你会想到说，其实每一个生命呢，对我们都有恩德的。其实呢，恩德真的是很重要、很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具有感恩的时候，他的心常常都比较欢喜，也都总是满足的。一个不感恩的人呢，他总是会活在一种欠缺、饥渴、不满足当中。但如果是感恩的人的话呢，他会想说啊，我真是很不容易啊，我真是很幸运。有的时候甚至其实根本没什么道理，但是他就这样一感恩一想的时候呢，自己就会变得很快乐的。所以某个方面来说，这个感恩对于自己其实也是有很大利益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观修菩提心的因，就是需要具备大悲心。那也就是对于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众生，如父母一般的众生，我们要想想他们总是现在还在受着许多的痛苦，所以打开心去看这每一个众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心呢会升起一种出离的难过的一种心哦。所以对于这一切如同我们父母具有如同我们父母一般恩德的所有的众生，我要帮助他们处理痛苦，这是我自己的责任。那这个呢，就叫做悲心。所以观修菩提心开始，各位要这样去想，观修悲心是很好的。那么还是一样，先念一段偈文，然后再观修的话会比较有力量。要不然仅仅是听我在这边讲，我的话没什么力量。还是过去的祖师、过去的这些祈愿文念诵的话会很好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观想的，在我们的前方有像西方三圣，还有无量的诸佛菩萨。然后我们要回向我们的功德，功德不见得只是过去的，还有我们现在正在积聚的，还有未来会要积聚的这些善行呢，我们都要做回向。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善行供养给诸佛，透过这样的一个回向，佛教而能够兴盛，而因为供养诸佛菩萨欢喜，也因此我们又积聚了善行。那这种善根功德呢，又再回向给一切的众生。所以，如果将自己的功德呢回向给诸佛菩萨的话，有很多功德利益的，比如说，呃，所以回向给诸佛菩萨，就像刚刚说的，诸佛菩萨欢喜，佛教兴盛，那这个功德是又变得更大的。所以，一个菩萨是什么呢？一个菩萨就是他有一点功德，他都回向给众生，他或者供养给诸佛菩萨，供养给诸佛菩萨又有一些功德，又一点功德，这个功德又回向给众生，那回向给众生，诸佛欢喜，那这又算是一种功德，那这个功德又回向给众生，等等。所以对于一个菩萨来讲呢，他的回向是无尽的，他的功德也是无量的、无边的。所以我们要念的，也就是这个求生净土的一个精简的祈愿文。